現時美容行業已經進入咗高科技嘅新時代，為咗令學員能夠緊握市場嘅脈搏 ，CMM 蒙尼坦亦都率先咁將高科技嘅美容儀器引入咗課程之內。佢更加係全港首創推出高科技專業美容師文憑課程。喺課程當中，將會教授學員400多種最先進嘅美容儀器操作同埋原理，令學員可以緊貼美容行業嘅最新市場發展。事實上，喺學校教育中心嘅強大支援下， CMM 蒙尼坦美容美髮學校嘅課程覆蓋範圍全面，包括美容同纖體、化妝同髮型設計，以及 SPA 嘅經營同埋管理等等。而且理論同實踐雙線並重，並不斷推陳出新，引入切合美容行業市場發展嘅課程。而且各院校嘅師資優良，任教導師均持有國際認可嘅專業資格，身兼各大國際美容美髮考試嘅考官，經驗毋庸置疑。為咗令學員能夠真正咁學以致用，學校嘅教育中心特設求職平台，為學員提供就業嘅機會，亦都會引薦優秀嘅學員俾各大嘅美容機構提供轉職嘅機會。擁有咁完善嘅教育同埋求職體系，難怪 CMM 蒙尼坦可以桃李滿門啦！